忙啊忙啊，等啊等。嘿，大家好，我白边我转来啊，总算等到你转来咯。大家等2礼拜。对啊，网友就想你的呢。真是，还有人去看你迄市场有无？伊给你介绍过迄桃园，特别去桃园的市场。食物件，佮翕相互你看。哇，对对对，我有看到，就感动的呢。不过迄个市场我未去过。你讲介绍一个，你无去过，你敢介绍过啦？有啦，咱去甲你介绍迄桃园有迄什么米瓜，嘿米瓜节，米瓜节，对对对，伊就是听你的介绍，伊特别去的。哦，我感觉这拢最感动的，就是咱若是有讲过什么网友特别，因为咱的关系，佮去迄个所在，哦，真正是感动感心，对啊，明年无咧卡，足侪人去马铃薯节，啊，你去，你到时阵去的时阵较细致哈，等下叫我你个阿爸爸，咱无人看过咱的面，对啦，不要紧，袂去互认出来。好啦，安尼困总啊心情袂歹哦。嘿啊，前一阵仔伤过忝嘛，对，所以就休困者。好，安尼敢会使换我休困啊？好啊，毋过你甲我讲，你想要休偌久？我毋知呢，听朋友这乌边的主持到遮，今日就是我。喂，好啦，差不多会当开始啊吼。真足久无开场，我一个人安尼足奇怪。好啦，你紧开始，既然你爱讲啊。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但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哎哟，袂歹哦！哎哟，佮弄着，有休困有差啦吼。对啊，今日安尼顺呢。你是啥物人？你是谁？我是白边。就是好啦，咱先甲迄咱6月份欠的物件先行咧啦。哦，真诶，对啊，其实6月份有就是有一寡网友是有写迄短啊，迄一寡老话，甲毕业有关系的主题，但是想讲，小编已经甲伊回了，就想讲准拄煞。但是有一个人特别有一个人，伊写一张较长的，咱就甲即张较长的甲伊念出来。你讲啥款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就我来念。好，好啊。这位网友是王来。倒位的往来你会记哦？你害啊你！是的，往来，高雄的往来啦吼，是高雄的往来，这是高雄的往来写来批。好，高雄的往来，我白边，我来写毕业的主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往来老师。今仔日学校举办毕业典礼，身为高三学生的导师，我就欢喜的。其实为顶礼拜开始，我的心情就真好，想着学生咧要离开学校。我嘛会当毋免去点名，拄着无来的学生，就紧去敲电话，管扫涂骹，管中昼休困伫教室有乖无，像在无闲甲无时间食中昼，嘛无通休困，连暝下晡的课就爱去上，逐工拢亲像干落洗袂停。下班转去到厝，随时拢会接到家长的电话，有当时一讲就爱点外钟。即马我嘛是逐工爱去上班，我会当好好准备课程。毋免处理学生囡仔的大细项代志，毋免敲电话叫囡仔要来学校无，毋免去教室花休扫涂骹，总算是会当好好食饭休斗，实在有够赞的啦！不过，我有淡薄仔开始思念我迄阵高水的囡仔，以早逐工看到因感觉真烦，嘛因紧毕业，莫阁伫我面头前踅来踅去。即马无囡仔出现伫我的眼前。我煞是开始感觉冷清阁袂惯势，做导师的拢是安尼，喙黏懵黏，无学生囡仔伫身躯边又阁会笑脸。毋望我的学生拢顺利考了大学，好好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嘛爱甲人好好斗阵，为家己的未来骨力打拼。多谢大家。哦，哇，这个老师往来啊，你安尼毋通哦。啊，是安怎毋通？就直接讲人做烦的，叫人无伫就是安尼。这个跟你共款，这个跟你共款，你是感觉？我无伫啊，你笑脸我。毋是安尼。我是要讲你一感觉毋甲我嫌，但是我若是无伫的时阵，你会叫我莫休困，对吧？吼，这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休困，我无伫啊，你就欢喜安尼。
嘛无你人做无甲我忝的，笑脸。我做忝，笑脸应该毋是安尼用的啊。好啦，所以总共几句，嘿你到底有想我无？你像啊，阮北边袂安尼讲话呢，我是北边，但是没有你有感觉怪怪哦。北边朋友是袂讲即种话呢，伊竟然那安尼啊。我嘛感觉怪怪。好好好，这个话题到这为止。休困了，转来会转型了，会换一个人，安尼做恐怖诶。安尼后盖休困的时阵，盖头换面啊，盖头换面。有我今日铺一篇绯闻，绯闻讲就是有一个人伊会讲，熊熊伊看起来，你陪阮来变啊水，人看起来安尼红哥恰起安尼，我问讲，你最近做啥物代志？你哪会发到变甲安尼？伊讲，因为我洗头路，哈，因为我洗头路啊。哦，洗头了来。上班了，人就会变甲种欢喜。哇，我就甲网友问讲，我敢慢慢想要做一个改头换面的人，你敢？改头换面的人。好啦，因为顶礼拜迄当阵你无来，嘛无拄好无问着你看迄居居冒险野狼的心得，咱会当报一下啊。哦，好啊，对啊，你要讲看觅，因为我迄当阵是讲我去看的迄种感觉啊，但是我感觉你嘛会使用你的角度来讲者。嘿，我休困伤久，所以我爱想一下吼。这敢加掉？哦，就是我会记你，就是我看到一幕对，就感动的，所以我就目眶红红安尼。所以你有滴两滴落来。我有论着，你有论了，你是伫我面头前歹势哈。嘿我若无伫，你是毋是就会哭出来？今日你会甲我笑，我敢是迄种人，是，我毋知要甲你回答啥物。就是迄幕应该就是迄伊为鸡鸡变做一个老大人安尼。哦，你讲就是迄，伊破病啊，就是迄电什物舞台拍开安尼走出来迄幕。哦，有迄幕真感动，听着边仔人伫啊。嘿啊，大家拢咧。我当阵想讲死啊，边仔人拢咧哭啊，我敢无哭一个敢会使？我敢会无法度。你敢想多？每一个人感受无共款无啊，我啊。想讲爱融合大家啊，就是配合大家。融合迄个需要啦。我看你无哭，我想讲我要甲你换七目屎啊。毋免多谢。到时阵咱演讲来，我甲你七目屎，我用纸甲你剪起来。毋免多谢多谢。我讲太过诶。啊，佮因为我感觉伊有就是放一寡社会议题伫内底，社会议题就是比如讲伊有讲到迄，可能伊是家己人嘛，所以有讲到迄森林迄海水。哦，海水倒灌嘿，对啊对啊，哦，佮有鹅啊对无？嘿，鹅啊问题，迄嘛是真厉害呢。有当甲伊加入去个剧情内底。嘿啊，佮有迄大台迄风扇吼，风车，风车，对啊，迄嘛有放咧内底，就是较甲咱台湾有关系。对，咱这是咧剧透，无要紧，伊过来有巡回场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伊讲过来有迄外台的哦。我想要看的呢，新的哦，毋是同款的戏啊，外台啊，伊讲因为咧伫舞台内底袂当放火啊，想要看的呢，伊讲外台咧，所以同款是鸡鸡，啊，毋过就是呈现的方式，佫无同款。对，哇，当时你倒去听阮顶礼拜啊，然后没有恁听出来吼，这个人就是吼，伊休困，伊连阮家己一个人留伫遮孤孤单单主持节目，伊拢无要听。我就是伊后一个是迄，我不爱听你解释，我不爱听你解释，我不爱听你解释。对啦，讲到天堂客栈，听众朋友啊，天堂客栈就是一个后礼拜啊票，佫有一寡，恁若是7月21啦，佫有一寡票啦吼，啊若是想要去的人会当去。要去互咱请一个公假，伫咧平常时哦，对啊，伫咧拜五下啊，咱下班来去啊，你就较晚来下班，咱就请公假出去安尼。哎呀，希望咱这段头家拢听着，甲讲出来，头家你啥物拢无听着啊？对啊，听众朋友，真诶，阮两个看了拢感觉讲哇，这新型诶布袋戏真正是甲咱当初是想诶无啥共款。哦，真诶，我真正就久无看布袋戏啊。对啊，所以下个想要去无？啊你毋是讲你佫有啥物心得？我敢若会记得我目眶红红尔。啊，我记迄黑边的边仔一直甲我讲剧情啦，我哪有啊？我哪有啊？我甲你讲啊，一定是安尼安怎？对，我爆雷仔，甲头一个囡仔共款，一直爆雷，一直爽，袂当讲欢喜。而且佫爱荒诞，所以就是哪看哪想题目哇。
第一个才认真。头家你有听到伊的意思是讲伊平常时拢无你认真。无啦，爱做笔记啊。哦，对啦，而且咱个若看剧情，嗯，就是一些爱注意剧情，一些该先讨论讲迄第一部，但是个惊你讨论第一部的时阵，迄剧情无看到，对，无看到。真正是会足无彩。好啦，过来是毋是还有啥物新的代志当介绍？哦，对啊，咱台语台新的歌，新的歌歌，风网好好念呢，好好念呢。嘿，歌也是歌歌哦，风网站。对。嗯，啊，网站内底有啥物物件？啥物较特别的？网站内底除了会当看有啥物节目嘛，有咱一个新书。新书啦，就是有可能一寡新书会当互大家去顶悬查讲安怎讲。新书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你莫大家唱即句拢伫摇头无？我甲你讲，听这朋友看无？你还有，你还摇头无人我感觉爱看？摇摇者才唱会出啊，来。你要甲大家分享讲，你就是哦，咱来甲大家分享一寡词好啊。哦，真诶书诶，安那就歹念诶。都歹念，安怎讲？哦，而且就是甲录 podcast 完全无共款，就迄发音嘛，佮有对变调，拢爱足清楚诶。你讲废话啊，咱 Podcast 就是咧开讲，咱就是一个开讲的唱歌节目。这个时阵，所以你咧摇头，你咧录音的时阵袂使摇头。好啦，我尽量。无我录音啊，毋是咧唱歌，我袂摇头啊。我知你录音的时阵创啥，我也无看。啊，你讲有一寡数字歹念的吼？对啊，我呢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。好，安尼来，咱来挑战者。啊，我感觉讲华语无，大家我练华语，有我练华语，我练华语，你练台语安尼。好，隐形缺氧，温馨缺氧。即摆是安怎手要缺氧啊？是无？袂喘过的时阵就是安尼。好，过来标靶药物。标靶药物，哦，你的出悬的呢？你是标靶还是标靶啊？你会害你？了朋友若想要知影是啥，去阮的网站听要嘿。去新书网站阮录查。过的已经袂记啊，吼。过来是活取器官，挖出器官，有你迄个哇哦哇哦，迄个挖出器官，安尼大家拢知影我有练吼。就哇哦。灰色地带，铺色地带，听到朋友我咧感觉，伊听起来做咩？所以你迄当阵一个人伫这录音室内底拢安尼，遮尔就是情绪遮尔悬吼，啊，都爱念较清楚的啊。念较清楚的吼。嗯，啊，你听着没有听着做袂惯势。对啊，你毋是讲你无爱互人知影讲迄是你录的，啊，咱即摆甲伊讲出来啊，大家拢知影迄是你甲我录的呢。对啊。安尼变喏，听到没有？啊，你就讲咱的声音遮尔明显，听到没有？即段你拢无听着啦吼，听到没有？即段你拢无听着。啊，过来要讲迄啊，五日节啦。哦，五日节。对啊，听到没有？恁兜的肉粽食了未？哦，我甲听到没有？我甲恁讲，嘿，阮公司的冰箱有肉粽。对啊，而且因足奇怪呢，因还未五日节对啊前一个月就开始有肉粽啊。嘿啊，啊，迄当阵想讲一两粒尔，咱迄工毋是佮讲，哎哟，拍开个看者，哎哟，有肉粽敢要食啊？结果想讲安尼应该是安怎？结果伊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可呢。能想讲，伊伫冰箱内底生囡仔哦，肉粽甲肉粽生囡仔，生肉粽，肉粽生肉粽咧，伊一直生出来呢。逐礼拜转来，拜六礼拜来拍开，弄有那个变肉粽者，对我想讲啥迄冰箱愈冰愈济安尼。哎妹，对啊那，到底是啥物肉粽？你紧甲伊食掉好无？嘿啊，无我都冰物件呢。对啊若无无摕来分人啊。对啊，若无就是你会当甲阮讲，阮会当对你食嘿掉啊，。这个消灭。但是，讲着肉粽，嗯，请问你是啥物派的？啥物酱？酱哦，对啊，你敢有在问酱？我有啊。所以你是多对济？啊！你在想咩啊？你在想咩我爱逼掉。你在想咩啊？我爱逼掉，给我你一个机会。给我你一个机会，你先讲一遍，你啥物酱？好，我毋知讲啥。你咧唱伊的广告，迄当时听众朋友，你若知影伊食啥？你看老话甲我讲啊。哦，安尼你有看我是食啥？我是我是他妈豆酱。哦，哦，
真诶，一直爱的，因为迄个较酸，啊，为什么要食酸酸的肉粽？毋是酸酸的肉粽，是甜甜酸酸的肉粽。我就是酸酸的我若啊。讲啊，伫个时阵吼，嘿伊早嘛是无爱温酱的，伊拢要掺豆油。豆油结果对，我拢甲伊讲安尼肉粽会变伤咸。结果有一工我讲阿公，你食看卖诶，互我骗者。我若讲掉咧呢。真是的，对啊，你连讲食看卖诶，真诶也无甲你无咧行，这个会使聊，无甲你骗啦吼，食看卖我。个人是较少咧问迄个酱啦。是哦，嗯，我搁听过有人是啥物海山酒，海山酒是一个品牌，是一个酒。一种酱，哦，惊死！哦，一种酱，啊，还有人问什么五味酱，但是我感觉讲迄伤复杂啊，对啊，伤复杂。你讲伤这种味哦，对啊，我是感觉就是单纯派的，就是安尼甜甜酸酸亲像爱情的滋味共款。好好好，对啊，内底个安尼十种的滋味配着甜甜酸酸的头毛豆酱，红红白白，无我讲了。我就是你要形容为什么啊咧？形容袂了，我拄仔想讲你甲我看，无啊，无要搁讲，就安尼结束啊。你想想讲我搁要讲啥？嘿咩？好啦，安尼我个人对介意的肉粽吼，嘿，真简单，一对定要有土豆，一定要有土豆、还有一定要有辣子。辣子哦。但是我食阮中部的拢无辣子呢，是安怎？毋知影，自细汉食的拢无。我是去，妈包的拢有啊。哎，那无摕我食，已经几年啊，我甲真拢无食过恁兜的肉粽。无缘啊，歹势。要要甲恁老母的名叫出来。哦啊！但是我要甲恁讲一个代志，嘿就，是听众朋友，恁敢知影讲中部的肉粽其实家己爱做一派。你讲，因为人你讲人人你正南北，毋是迄个海边咧啦，毋是海边一粒一粒起来，你做烦的，我哪会用过？毋是，因为就是人讲，肉粽就是正南北，嘿，北部就是用吹，对无？北部用吹，对，啊，下角用沙的，嘿，但是阮中部毋是呢，阮会先沙过再个吹。为什么才搞工？我也知你问阮老母啊，先杀过才吹，对啊，伊就是沙过了，无沙甲拢熟，啊，伊个会豆豆吹，所以迄食起来迄口感其实甲北部甲南部的无共款，哟，但是三种我拢会食。啊，当时我食会着，有缘分才个讲啊，你会知我哪袂食着诶？你会知我哪袂食着诶？阮今年就是因为阮老母即摆无咧包啊，我爸爸妈讲你啊，因为阮老母即摆无咧包肉粽，所以哎哟，有人讲话啊，伤激动，因为阮老母即摆无咧包粽，啊，迄是阮一个爱讲白粽，哦，阮好啊，阮老母即摆无咧白粽，迄只是一个就是熟悉阿伯白的，口味是做相像的，但是就是数量较少。啊，为什么口味相像？因为啊，就熟悉啊，甲阮阿嬷请教啊，啊，就甲伊讲安怎炒啊，哦，就安怎炒了款啥，啊，啥比例啥款安尼，哦对啊，所以但是我咧讲，我转去就伊就讲，你要炸几粒？我哈，搁剩几粒？伊讲，不，伊算算了，剩无几粒。我讲，你莫问我要食几粒，我等下就是一直食，啊，食到无啊，就说。听无你毋是要早离开厝食诶？对啊，但是我转去的时阵，阮老母一就，直食阮老母就先问讲你要几粒啊？伊就讲啊，想要偌济，想要偌济。先捞起来。对，啊伊讲若是真正要炸，就剩8粒。我讲8粒，啊我即摆我会使食几粒？伊讲啊，就剩无几粒啊，你若要食，我讲好啦，迄个8粒我等下甲食掉安尼。你敢无啦，无食啊济啊，差不多3-4粒尔啦。 3-4粒？好，结束即个话题。啊，顾一个啊，啥物啦？顾龟掌啊，龟掌，哎哟，你总算食着龟掌啊吼！嘿，真好食，然后没有，其实就是迄工去看居居的时阵，多谢鸡我叫鸡。伊买，对迄。安尼哦，对，肉粽伫咧对面，啊，我甲伊讲，我来讲，龟掌最好食，啊，伊想白边就想讲，伊真正有捌食过，阮就买落，好食吼，好食。我讲袂歹，趣味啊，甲肉粽无啥共款，但是嘛真正好食。我话过来轻松的话题结束，咱要来一个沉重的话题咯。我本来想做久的，想讲咱到底要讨论即个无，但是我感觉做代志的人总是爱面对即个问题啦。你若是拢安尼甲伊闪过我，总有一天会去互问着。对，所以是啥物咧？所以就是咱要来讨论金曲奖。迄个时阵我休困。对，头先要先来恭喜咱阿吉啦，对，得到咱最佳台语男歌手。赞，阿吉啦！但是大恁即个真无彩，
较可惜啦，对啦对啦，但是无要紧啊，入围就是肯定啊，入围都无简单啊，入围都无简单啊，得胜啊，先过啊，咱先过啊。对啊，先过新节目已经伫准备啊吼，听众朋友啊，期待者好不好？好，过来就要进入咱的主题啊吼。最佳台语女歌手，恭喜咱郑宜农。就是咱是毋是两三礼拜无到阵啊，所以会无啥会起来。毋是人的名，无啥确定安怎念。对啦，咱来甲伊恭喜者，但是因为伊得这个奖。就是伊上台致辞的时阵，全华语，可能是因为伊的颁奖人是迄啊单队啊，所以迄种对比起来感觉可能真明显哦，对吧？你敢有听过伊的歌？欢喜就好，毋是单队，而且讲仪容啊。哦，是的，对，有啦有啦，我会记得咱台语台开台啊，有请伊来表演，伊就唱一条热爱的心哦。有啊，其实讲真，就是伊最近即个唱片，我嘛因为伊得奖了，佮特别去听。但是我感觉就是有淡薄较无彩啦，因为就是伊之前伫咧访谈的时阵，伊捌讲过伊无法度甲阿嬷用台语来开讲，伊感觉做遗憾的。而且伊是2011年就开始写台语歌。哦，安尼嘛10多年啊呢？对啊，10多年啊。而且伊就讲啊，伊讲甲母语吹动的过程是一个做罗曼蒂克的。罗曼蒂克，对，罗曼蒂克就是浪漫，也就是浪漫。对，因为即个拢是伊甲你讲的啊，但是我会感觉讲做无彩，毕竟讲10几年来，你讲就是咱咧学台语的过程当中，我是感觉讲，伊若是真正讲一句，就是多谢，是讲大家好。我感觉就会使啊。我个人认为，因为身为一个有伫听歌的迷众来讲，我感觉讲伊的音乐性，啊，个就是伊创作迄个物件，或是互一寡较少年朋友来听。但是就是变做讲，咱袂当，咱是讲，咱伫学台语，咱你甲即个物件找倒转来，但是你敢若用唱的，你就是唱歌做台语歌做歹的，但是结果讲话时阵感觉讲台语做爽的。就是生活中嘛是爱加减讲一寡台语啊。对啊，就像咱之前节目一直伫推测的，就是你讲一句，加讲两句，加一个人讲，加两个人讲，台语就有法度个延续落去。对啊，愈来愈侪人做伙讲。对，这时阵我知影有位网友特别甲阮讲，像迄江辉啊，还是讲像咱之前嘉庆君啊，叶兰姐迄当阵得奖的时阵啊，伊一开始嘛先讲华语啊，啊，还有之前迄金马奖陈淑芳啊。伊咧得奖的时候，伊嘛是全部拢是讲华语，是安怎无人甲伊骂？其实我感觉这爱甲迄就是咱的历史背景来讨论啊。因为伊迄当初就是经过迄个年代，因的心中拢有一个号做小金种的物件。对啊，因就是捌经过迄就是讲台语啊发钱，讲台语也是爽，创啥迄种的年代。讲到这，我就想到一个，就是咱之前导览 CMC 伫录影的时阵，其实有2、3个导览。老师，因拢足趣味的，因伫咧台卡的时候，我甲因开讲啊，咱去拍迄现场的时阵，甲因开讲的时阵，拢足趣味哦。但是伊徛去台顶了，伊就想的就转做华语。你听伊讲华语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伊的腔口就是你就一听就知影讲伊是要讲台语啦。但是伊就讲，伊毋知影是安怎，伊去就是伊会转做华语，因为自细汉伊身躯的印象，人讲身体的记调，迄个记忆。伊讲伊的印象就是讲，像即种正式的场合，也是讲就是较要紧的所在，创啥一定要讲华语。有一寡人会安尼，可能是伊咧导览的时阵较习讲华语，所以就惯势啊。这咱就无确定啊，但是就变做讲，这就是体制的问题，影响到伊。啊，像咱即摆少年的开始讲华语，毋是，咱即摆少年一直咧讲华语，一直咧讲华语，对，啊，开始学台语。你今日若讲就是你。唱歌唱台语，用台语来做歌词，啊，用台语来表演。但是你会当就是伫咧开讲的时阵，还是讲滴水的时阵，加讲一两句啊，咱其实都会做欢喜的。至少认为讲，莫有一点点啊，就是讲，那像台语是你做生理迄种感觉。但是有利益的时阵才讲台语，啊无利益的时阵，就可能变做一种表演啦。对啊，但是这是阮个人的感觉吼。以上听着没有，这无代表台语台的对，这是我以一个就是台语家的歌迷的心来去看。我伫即几工嘛伫咧网络面顶看真侪文章啦。我想迄当中就是爱讲到秀兰玛雅，秀兰玛雅伊当阵地属做古锥呢，伊无想要讲台语，但是伊嘛是。改讲了，对，大家就是感觉互伊准过啦。无啥会晓讲，无要紧，至少你有迄个心，对，有迄个心，来。就过一摆讲着，就是像我之前
我讲过，我伫咧国外我会甲外国人讲英语，因为也是讲我伫咧日本，就讲すみません啊，これ报告哇，讲即种诶，因为感觉讲我日语讲我足厉害，但是我伫咧台湾可能去用纠正语法啦，是发音即种，我感觉就是爱加一点仔鼓励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时阵就要推送一篇文章，互大家来读看卖。好，大家会当去敲吹，伫咧 Google 拍关人间郑基龙，你拍这6个字应该会当找到，就是伊有清楚讲出讲啥安怎讲，即届即个事件会安尼小甲安尼，对对，伊有提出伊的观点来讨论，亲像一寡就是咱以早去互通知的背景，也是讲一寡什物语言的原因。对我感觉伊写会较清楚，而且伊嘛甲两派的想法拢讲甲足明的，我感觉是会当去，会当互大家参考啊。对对，会当读看卖。若是听众朋友你有其他的想法嘛，欢迎甲我分享。但是千万阮会当提供一个互恁，就是发挥感想的所在，但是千万就是爱记爱理性讨论。阮无希望看讲任何一边，就是安尼弯起来是讲正起来。嘿啊，对啊，上尾就要讲到咱的孙聪老师，咱的 big fan。伊是别人 big fan， 毋是咱的 big fan， 啊是伊嘛是咱的 big fan。无要紧，就是看到孙聪老师尾啊，伊的文章是感觉有淡薄无彩，嘿啊，但是嘛是因为安尼，互更较侪人来讨论，这嘛算是一种成果，对啊，雄雄变甲做叮当诶，要安怎？咱来唱一条歌，真正是足雄雄诶。对啊，就是雄雄来唱一条歌啦。我感觉这个时阵吼，迄天我就是听到这条歌，雄雄去听到这条歌，我感觉讲做适合就是咱这个场合，所以我先晓，嘿啊，你要先啊，好来哦。风雨起，乘风破浪，提出你甲我的面容，不顾一切向前冲。对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无论讲你是像甲阮共款，是出声伫咧做台语，还是讲私底下加讲一句台语，无论你是用什么款的方式伫咧帮助你家己的母语，你拢爱替家己感觉骄傲。无毋对啦。无论敢有人甲你支持，只要你想讲这是对的，向前冲就对啊啦。对啦，这时阵就搁爱用一条歌来做结尾啊！上爱我提出我上爱的迄个啦，你知我要唱啥？你紧唱，要收尾啊，要收尾啊！咱拢是为着文化打拼，无的毋是要双赢。噔噔噔噔噔，真赞！好啦，结束啊！然后朋友讲到这吼，阮一个开放性的结果，互大家去讨论。若是恁有啥物想要讲的话，嘛会当留话甲阮分享。欢迎。好啦，来哟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关中岛休困伫学校，关中岛休困伫教室，搞啥？毋免敲电话约伊的，为家己的未来鼓励咧，为家己的未来。你这有笑声，你